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施凯文。10月10号国庆日即将到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抢先公布114年国庆升旗活动的3大亮点。除了台北市吉祥物熊赞在国庆日当天会换上专属国庆的新装亮相，以及2到12岁的市民现场凭证就能领取鲜奶外，备受市民期待的国庆限量好礼国庆椅也正式曝光，民众只要完成3+1的步骤，就有机会把国庆好礼带回家。哇！曾拿下国际赛冠军的辅仁大学啦啦队精彩演出，为114年台北市国庆升旗暖身记者会揭开序幕。迎接双十国庆到来，台北市政府10月10号早上7点半将在市府广场前举办升旗典礼。带领小朋友进入记者会现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今年国庆升旗活动的3大亮点。首先是大小朋友都喜爱的台北市吉祥物熊赞，将首度穿上国庆专属新装亮相，与市民一起欢庆国家生日。今年一样，我们在市府广场前规划了升旗，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前来，利用国庆假日能够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教育的现场，也是爱护中华民国最具体、最诚挚的展现。这一次有许多的亮点，我想第一个，大家刚刚看到我们的吉祥物熊赞，在国庆日当天会有一套特别为国庆日定做客制化的服装，请大家拭目以待。备受期待的国庆限量好礼国庆椅也正式公开。台北市长蒋万安试坐后直呼很舒适。北市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同样采线上登记抽签、现场报到方式领取，限量3000个，从9月23号下午2点到10月1号中午12点前开放登记参加抽签。10月2号中午在民政局网站公布3000名幸运儿，同时以简讯及电子邮件通知。中签民众需凭 QR Code 在10月10号当天上午6点半到7点20分间到升旗典礼现场报到领取兑换券。大家看到的我们国庆椅，不管是露营野餐放在家里客厅都非常实用，所以当时跟同仁讨论，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椅子，它非常的舒服，而且颜色也非常的鲜艳好看，所以刚刚我们开放线上登记抽奖，总共3000名市民朋友，可以有机会来抽到我们的国庆椅。另外，广受好评的生生喝鲜乳也加入今年庆典活动，当天只要持数位学生证及幼儿数位卡证，就能免费领取鲜奶。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大家来到市府广场前，凭着小朋友你们的数位卡证，就可以现场免费领取1瓶鲜奶。小朋友开不开心？开心！好，预备，1、2、3，推 Go！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教下，小朋友奋力的推动保龄球击倒巨大球瓶。民政局表示，今年国庆升旗活动，除了邀请原住民朋友领唱国歌，展现台北市多元风貌，现场主舞台也安排精彩啦啦队、战斗有氧及悠悠家族大哥哥大姐姐与亲子馆吉祥物带动跳。活动周边还有20家特色摊商的晨光市集，以及以国庆为主题的 DIY 体验等。民众只要完成集章任务，还能转动扭蛋机带回神秘小礼物。邀请市民朋友10月10号一起来台北市府前广场欢乐迎国庆。双十国庆生日快乐！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与多种癌症相关，除了子宫颈癌，也可能导致口咽癌、肛门癌、外生殖器癌等，影响不限于女性。为此，卫福部今年9月起扩大 HPV 疫苗公费的接种对象，由原先的国中女生扩大至国中男生，呼吁家长与学生把握时机，完成疫苗接种，强化保护力。过去大家常误以为人类乳突病毒 HPV 疫苗
仅供女性接种来防治子宫颈癌，但其实男性也同样面临罹病风险。研究显示 ，HPV 疫苗不仅能预防子宫颈癌，还能预防肛门癌、外生殖器癌与间型湿疣等疾病。今年9月起，公费 HPV 疫苗扩大接种对象，包含113年入学的男女国中生。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HPV 疫苗就是人类乳头疫苗，它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仅仅是引起这些传染性的疾病，像是菜花这一类，它也会在女性引起子宫颈癌，在男性引起口腔癌、外生殖器癌，还有肛门癌哦。那所以我们国民健康署之前已经在107年的时候，针对全部的国中女生开始接种子宫颈癌疫苗。那在今年9月开始，我们也会针对男生这个国中男生一起接种子宫颈癌 HPV 疫苗。那总计受惠的人数会超过20万人。过去我们在子宫 HPV 疫苗的这个成就我们也有赖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医疗单位，还有我们的家长团体的支持。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 WHO 消除子宫颈癌的这个90、70、90的第一个90的目标。那这个第一个90呢，就是 90% 的青少女，她在15岁之前有完整接种 HPV 疫苗。所以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国民健康署，还有我们的医疗教育单位，在过去这几年来非常的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利，落实到全部的儿童和青少年里面去所以今天特别有这样子一个记者会，就是要来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从今年9月开始起，男生跟女生都一样可以接种这个 HPV 疫苗。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研究显示，在暴露 HPV 前完成 HPV 疫苗接种，可以达到最佳防护效果，因此国中阶段是施打的最佳时机。那个 HPV 这个病毒是会感染我们人体皮肤跟黏膜的一种病毒那其中这个高风险型，例如说16型、18型也跟我们也癌症息息相关在女生的部分呢，最具代表性就是子宫颈癌那在男生的部分呢，也可能会引发口咽癌、肛门癌，还有生殖器瘤等等疾病那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这个多国的研究指出HPV 疫苗的接种实际上可以有效的预防70%以上的这个子宫颈癌。那对于其他相关的疾病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防护那我国从107年开始由卫福部这边来开始推动国中女生来接种公费的 HPV 疫苗那也如刚刚我们署长所提到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接种率已经突破了90%以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成果是实在让人振奋的那也充分的展现社会各界对于这一项政策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说从今年9月开始我们这个国中男生也可以正式来纳入这个 HPV 公费疫苗的接种的对象那我想这是我们疫苗策略的一个重大的升级对我们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提供更全面的防护。那另外我也觉得这是政府对于我们每个孩子健康守护的一个重要的承诺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背景只要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健康我们都要尽力的提供最坚实的一个守护。那我想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是他后续不断的成长跟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教育部也会持续来跟卫福部来密切合作，透过我们各个地方政府还有学校的共同努力我们持续来进行卫教的宣导，还有办理这个疫苗接种的工作。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班级经营或者亲师的座谈，还有其他多元的宣导管道，来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
充分的理解疫苗的重要性还有安全性，进而提升这些孩子接种疫苗的信任与意愿我想最后我要再一次的感谢卫福部，感谢国健署，感谢所有各地方教育、医疗还有家长团队的一个付出与奉献感谢各位，大家都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想未来教育部会持续再跟大家一起努力来守护我们下一代孩子的健康。国健署呼吁正确认识 HPV 的传播方式与疫苗的保护价值，打破 HPV 疫苗只有女生才需要接种的性别刻板印象，把握投资健康的机会，完整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公费 HPV 疫苗扩大施打，男孩女孩齐接种 ，HPV 远离我。记者温君台北报道。桃园市作为全国工业重镇，爆编的工业区多达37处。为了守护儿童与青少年呼吸健康，环境部与环保局共同推动儿少校园空品防护网，并首创校园空气仪表板，及时监测 PM2.5 的数据，可以预测3天内的空气品质，提供户外活动与防护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架设有这个意识，也是告诉大家不要乱来。要做合法的事情，要取之有道，不能够用这个污染的空气来让旁边的这个住民或是这个小学童，这个身体受到伤害。环境部长仔细介绍最新的空品监测仪器，26号更与桃园市政府携手共同推动儿少校园空品防护网，在启英高中举办记者会，将结合中央、地方跟学界力量，率先打造校园空品防护示范，以由内而外的4层防护为核心，构筑完善的儿少空品防护网络。因为儿少呢，他的这个呼吸器官没有像成人这么的好，所以我们特别针对未来的主人翁，能够提出一个更强大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针对工业区的体检，甚至说我们未来呢要多设置这个空品维护区，避免高污染的车子能够进到校园的附近。那另外一个呢是也要强化这个污染跟陈情通报的机制，把源头找出来。最后一个就室内空品管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个儿少的部分，能够强化保障我们未来主人翁的健康。那最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针对空污的这个严重性，还有校园的分布数，还有陈情数，我们22个，全国有22个，全国大概380几个工业区里面，有22个是我们列为重点的，其中有5个就在桃园所以我们针对这5个里面，我们都会设置相关的监控的一个机制。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作为全国工业重镇，爆编工业区多达37处，长期面临空气品质挑战。桃园不仅导入第三方空品监测机制，同时建置里层级空污模拟系统，更推出全国首创的校园空气仪表板。目前已经有23所国小安装，目标115年扩大到72所学校。其实过去桃园市针对这个境内的这个工业区，已经开始把这个高排放的产业要求他们逐年改进。那么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那么学校呢，我们也在前几个月启动了这个叫做校园空气品质的仪表板，让家长关心学校空气品质的都可以随时在网络上看得到。那么今天在这个环境部的加持底下，我们能够在桃园启动全国第一个环境部的这个示范的方案，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可以把我们原来在推动事情更把它加大力道，不只是一点点，加大很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空气品质的这个改进能够更往前迈进。环境部与市府推出全国首创的校园空气仪表板，以机器人造型呈现监测数据跟3日预报，并转换为简单的行动建议，提醒学童何时减少户外活动或是佩戴口罩。这是中央、地方跟学界合作的典范。未来将推动智慧监测普及与学校仪表板建制，并结合教育跟健康资源，持续以科技守护环境、智慧守护健康为愿景，打造安全宜居的智慧城市。记者赖伟一头报道。白埔产业园区设置计划都市计划变更案日前获得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但环团质疑都市计划案会造成环景致栖地切割，不利生存。另外，民代质疑，如果台积电不进到白埔产业园区，空闲的园区将造成区域发展的困难。白埔产业园区设置计划都市计划变更案日前获得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高雄市政府说明，未来若产业顺利进驻，可加速先进半导体产业链落地扎根。
市府规划白埔园区作为半导体产业储备用地，总面积88.7公顷，可提供约53公顷作为半导体关联厂商发展用地，带动超过3000亿元年产值及创造约4500个就业机会，将成为南部产业升级与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引擎。由于园区左上方草生地经研究发现2级保育类动物环景雉，因此环评审查时，评委要求市府对于环景雉栖地需要具体营造与监测，但环团发现规划案缩小了栖地面积，加上环场道路将栖地一分为2，环景雉将很难生存。市府则回应，已经做好栖地规划与100年的防洪准备，所以它需要森林跟草生地的交界才能够生存。但是现在这6.6公顷的森林，它把它削掉之后，剩3.6是个狭长型，它其实很难躲，它躲藏的能力会变很差，可能会被团灭。然后它旁边的这个森林跟旁边的这个滞洪池的草生地之间，竟然又突出了一个堤防，把两边的栖地呢，然后上面还有车道维修车道，把两边直接一分为2，所以它的栖地又被本来就是要森林跟草生地交界。结果他把草生地跟森林是切开，那都会让环景雉其实更走向灭亡。园区已通过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原地保留约13公顷造林地，同时透过绿地串联外部林地，维护完整保育栖地。整个白埔产业园区是为了半导体厂规划，但现在台积电投资重心转往美国，国内厂发展暂缓。高雄市议员宋立彬担心，北高雄这么多未额满的园区，会造成未来区域的发展困难。路竹科学园区它的饱和度只有40%，工业园区不可能只有10年、20年就解除了，所以它的任务最少都100年以上。那对于地方的发展又是一个阻碍。那又担心的是，到时候如果又闲置了，没有人使用了，是不是又等于是蚊子馆呢？所以高雄市政府是有没有需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地方来作为一个产业园区？未开发的处女地还有许多可能，若没有了台积电，白埔产业园区要怎么发展？连带冈山桥头要如何起飞，值得再深思。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万众瞩目的南部重要交通建设高屏2块传来好消息，行政院日前核定总经费约为983亿元，高屏2块建设计划预计在122年正式完工通车，全长约为22.6公里，设有8处的交流道口，完工后将成为南台湾路网的重要连结。近年来，高雄地区发展迅速，为疏解高雄台88线日渐庞大的车潮，历经7年审议的高雄屏东间东西向第2条快速公路建设计划提上日程。而日前也传来好消息，行政院正式通过计划经费，总计约983亿元。高屏2块的983亿经费的核定，是高雄和屏东的好消息。尤其通车后，屏东市前往高铁左营站仅需24分钟，会让高屏生活圈更紧密。我也会要求在公安品质标准下如期如职完工，提升高屏交通路网，带动周边快速成长。高雄屏东间东西向第2条快速公路，简称高屏2块，预计开设长度约为22.6公里，并规划有8处交流道口，西侧起始于高铁左营站，东部则衔接国道3号屏东端。目前高屏地区主要大概是靠台88哦，那如果有了高屏2块，就可以做一个交通的分流。那高屏2块它也会串联到整个国7，还有国道1号，还有国道10号，所以对于这个南北向的一些高速公路呢之间的横向的串接，也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流串联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它可以疏解国道1号现在跟台88在衔接端这边一个交通的瓶颈，那对于高屏地区往来的便利性将会大幅的提升。高屏2块预计将于122年完成通车，届时将有效疏解台88线及国道1号车流，并完善高雄与屏东地区高速与快速道路网，为南部交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的九如交流道几乎天天塞车，尖峰的时刻更会一路回堵到阳明路和澄清路。交通局协同高工局与市议员张博洋现场会勘，初步评估因为难以再拓宽车道，暂时先透过号志调整车流。
九如路北上国道1号每日塞车已经成为常态，严重时候更是会回堵到阳明路，甚至是澄清路。民众表示，不只是尖峰时段，平常时间也很塞，一到上下班时间更是会爆塞好一段路，很常塞啦，尤其是上下班，你看现在就很塞得严重了。近期交通局协同相关单位以及市议员现场会勘，虽然有提出增加九如交流道的车道数量，但是高工局评估以现有的状况难以再拓宽为双车道，初步会先从套次调整、易交加时以及引导车流来做软性疏解。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透过，比方说现在有这个所谓的智慧号控的一个部分，去监测我们在交流道匝道口这边的拥塞状况，然后去决定我从水源路跟阳明路这边要放进来的车辆的一个数量，好去调整它的频率。那有请高工局那里，透过看是明沟加盖，或者是说标线调整的方式，看有没有机会去成就2个车道。那这个部分我们有理解到高工局是说，目前有一些工程限制，还有它高速公路的一些规范，暂时还在研议当中。透过分流的方式，让用路人多利用建国交流道去北上。那所以我们预计会在澄清路以东这边，我们会有所谓的 CMS 预告牌面，那加上整个改道动线里面，由于高雄市区没有快速道路，许多车辆习惯用国道做短距离移动，加上仁武地区的人口快速增加，让九如到顶进一段交通压力更加沉重。专家也指出，如果能够取消短程免费优惠，可能有助于降低短途车流，舒缓高速公路的拥塞状况。也有专家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短期的国道里程的优惠、免费优惠把它取消掉，短程的就要收费，象征性的收费的话，那这个部分其实会有效的让部分的用路人去改变他的使用习惯。因为市区其实它有很多的替代道路，但是国道只有一条，所以当大家可能要到仁武、到楠梓、到其他地方去上班的时候，他去大量的使用这个国道，那当然就会造成上下班时间的整个尖峰的拥塞。九如交流道塞车已经成为日常，如何真正解决这个交通痛点，还需要多加严厉。目前只能先透过现有措施抒压，后续成效如何，还得交由用路人来检验。记者孙军高雄报道。台积电高雄厂今年底将开始量产，估计超过6000名的就业人口进驻楠梓产业园区。而现在停车位的空间不足，产业园区的人员将车辆停放到中有的宿舍区，让社区的民众停车造成困扰，期盼相关单位能改善停车问题。来到楠梓炼油厂宿舍区，道路两旁停满车辆，在空地处也是停满车辆。当地民众表示，由于楠梓产业园区内停车位空间不足，台积电外包商人员就将车辆停放至中油宿舍区，让社区民众停车造成困扰。原来都是我们这边的居民啊，他孩子回来的时候，出去工作是没有那边是有很多空位，但是孩子回来的时候要停就没有车位了，真的是影响到我们这边的生活了。之前可能比较乱，但是最近我发现，因为我没有进到台积电的工地去看了，那是不是台积电已经有进入一些其他不一样的阶段，所以它的车辆呢来到宿舍区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了，这是我自己个人感觉。但是最近发现还是车辆还是像以前一样慢慢又增加了，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厂商新的工厂在设？那这块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由于社区内道路并不宽，如果两旁停满车辆，在会车时会影响行车安全。市议员陈善惠表示，上下班车辆一多，或是停车乱象，影响当地民众生活品质。遮的停车问题主要拢是迄个台积电的外包的厂商在停的啦，停到规个中油内底宿舍遮路细条，三平人停车要小心心就无做小心啦。这个问题中油伊嘛无爱来解决啦，但是咱市府要去来解决，佫这是私人地，中油经济部的地，市府嘛无法度将手伸入来才解决遮，所以讲这个问题应该是市府经济部。甲台积电大家咧协商一下，看会当找一块较宽的地宿舍内底嘛会使也是台积的建厂内底嘛会使，找一块较宽的地，佮用一个停车场。市议员陈善惠表示，高雄市政府、经济部以及台积电要进行协商，寻找适合场地规划停车位空间，不让当地民众在生活上造成困扰。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新北市桃子角国小第3校舍正式启用，校方今天举办热闹的启用典礼，市长侯友宜也特地到场与师生们一同庆贺，盼望全新的设施能提供孩子们更舒适的学习环境。铿锵有力的鼓声响起，小朋友们奋力挥舞鼓棒，带来精彩的鼓乐演出，为新北市三峡区的桃子角国小第3校舍启用典礼揭开序幕。现场气氛相当热闹，家长、贵宾与地方人士都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校的新里程碑。新建的过程当中，非常谢谢学校也很多的配合。那新公司在盖的过程当中，用最清水模的方式来把它盖起来，然后衔接整个校园的方向。那其实盖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完全跟原有的校舍第1期、第2期工程没有违和感，完全是一个整体性的一致哈。这座崭新的第3校舍不仅提供更多的教室空间，还设有多功能的学习场域与完善的设备，让师生能在更安全、更舒适的环境里学习与成长。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除了参加典礼致辞，更走进校舍与小朋友互动，亲身体验新设施的便利。所以我们有时间的压力，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跟中央申请的补助，我们就开始盖了。所以这次桃子角我们各国中小的32个班啊，5.3亿，我们都是用4块。有时候在一个经费来不及补助后，是我们在时间的等待上，还是需要教育优先嘛。尤其像这种机构性的学校，我们更需要快速的把它建好。所以这5年来，32个班级当中有9个。班级是幼儿园，那有的是就是我们国中小的普通教室、专科教室，以及个别的这些孩子们的教室。侯友宜强调，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市府会持续挹注资源，让每一所学校都能拥有优质的硬体环境。桃子角国小第3校舍的启用，不仅象征教育资源再升级，对老师来说也是最棒的教师节礼物，期盼师生能在崭新的环境里快乐教育、健康学习。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台南市观旅局推动高尔夫球运动观光，今年以 Hole in One 为主题，结合5大高尔夫球场以及周边的景点美食，规划特色游程，并邀请韩国高人气的啦啦队女神李多惠踩线代言，希望吸引年轻族群与海外的运动爱好者来台南球场打球兼观光。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持续推动高尔夫球运动观光。今年结合台南5大高尔夫球场以及周边景点与美食，总共推出10条特色游程，针对国际团客、国旅及自由行3大客群，并邀请韩国籍超高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踩线代言，希望吸引年轻族群与海外运动爱好者来台南打球观光。台南是南台湾球场数最多的，18洞以上的球场数最多，18洞以下的球场有好几个，所以高尔夫第一个已经是一个平民化的运动，很多健康的活动都是在高尔夫球场来完成的。第二个，我们的气候很好；第3个，美食又多；第4个，我们这个锁定的是东北亚的这个球友，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来台南打球，而都会在这个台湾也好，或在很多地方都有高人气，因此呢，邀请他来，很多人是看他的面子来打球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也很开心，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台南吃美食、打高尔夫球，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都会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吃吃喝喝、玩玩打打这个很希望得到一个很快乐的台南之旅、高尔夫球之旅。李多惠推荐台南5大球场，除风景美，另外周边很多美食也不能错过。韩国人很喜欢高尔夫球，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因为台南的高尔夫球真的来到他们一定要吓到，因为真的很便宜，还有风景很漂亮，所以一定要试试看。한국분들도 얼른台南으로 오세요。一定要试试看东山鸭头，韩国人应该第一次看到一点那个吓到，但是吃了以后好吃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试试看。还有台南的芒果冰特别好吃，对。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也与市长黄伟哲同时挥杆，并赠送市长签名高尔夫球，而市长黄伟哲也回赠目前台南最夯菜市鸭背带。
为让更多旅客轻松接触台南高尔夫魅力，这次更推出李多惠亲笔签名照以及抽iPhone 17等双重抽奖活动。活动详细可以到台南旅游网查询。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新北市府新闻局日前在板桥大圆柏威秀影城举办国片突破3000米的勇气特映会，邀请志工朋友共同欣赏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7位视障朋友挑战泳渡日月潭的追梦旅程。导演也到场分享，感谢新北协拍中心，让剧组顺利完成在碧潭金瓜寮步道的重要画面拍摄。大家这么温暖。新北市府新闻局26号在板桥大圆柏维修影城举办国片突破3000米的勇气特映会，邀请志工朋友共同欣赏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2020年7位视障朋友挑战泳渡日月潭的追梦旅程。导演安景宏也在放映前现场与大家分享拍摄过程，他感谢新北协拍中心的协助，让剧组顺利完成在碧潭、金瓜寮、渔觉步道等地的重要场景拍摄。教练过程中，他说他们一定要做一次叫做开放水域练习。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人就退赛啊，身体不适等等，那才留下7位。所以这个是整个电影在中间段有一个小高潮，就是在碧潭的这一场戏。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发生意外的场景，也是用了新北这边的一些溪流来做一些表演。当然呢，安全的照顾是都有的。那所以它放在这个戏里面，只要跟水有关的，我们新北市这边还真的是蛮多景拍的这样子。新闻局长李丽珍表示，很荣幸能协助国片取景，透过影像分享新北的山光水色，更成为片中的重要故事之地。他欢迎大家可在看完电影后，亲自走访拍摄地点，体验截然不同的感动。我们今天非常有荣幸可以一起来支持国片。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突破3000米的勇气，它是改编自真实的故事，那是泳渡日月潭的故事。不过其中呢，我们也很荣幸，在电影当中，导演其实采用了非常多新北市的场景，包括了这个新店碧潭，还有坪林、金瓜寮、渔觉步道等等。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新北市是一个有山有海、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们也一直其实在跟我们的市民好朋友们说，其实新北市也是很多电影、连续剧还有广告的拍摄场景。在这些地方呢，你看过电影以后再去走一遍，那个心情上的感受也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当天导演安景宏也表示，自己最初只打算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视障朋友这段追梦旅程，但了解更多更深，就更加深他决定拍成剧情长片的决心。他也惊喜预告，明年将会带着真实故事的纪录片前来挑战新北市纪录片奖，让新闻局长李丽珍直呼非常欢迎。因为我其实先拍了一部纪录，就是我先去采访了这7位视障朋友，然后再加上这些教练，然后也知道教练是无偿的。就是无偿的这样去训练他们将近4个月，因为预算有限，时间有限，我就把它完成一个记录的状态。可是越采访到第3个月，陆续访问很多人，我就觉得不把它拍成大电影很可惜。真的，我是先剪大电影，我明年来参加新北市的纪录片奖。欢迎导演，真的，哇，太棒了！我知道新北市有纪录片奖，那太好了。电影呈现的不只是视障朋友的勇敢精神，也呈现了新北协拍中心常年对影像工作者创作的支持。透过特映会，新闻局与导演欢迎大家在10月3号电影正式上映后，一同走进戏院，在大荧幕上见证新北迷人风景，也见证这段独特的泳渡日月潭壮举。记者新北市采访报道。中元祭在农历8月初1关开门后圆满落幕，紧接着迎来2025基隆城隍文化祭。城隍庙举行记者会，邀请副市长邱佩玲等人共同宣布，将在农历8月14号举行夜巡，8月16号举行日巡。护国城隍爷将率领钟馗将军、谢范将军与重兵天将，严格扫荡不愿归返的好兄弟，守护基隆和尽平安。重温复古经典舞蹈阿狗狗，让全场沸腾起来。基隆城隍文化祭即将登场，10月5号举办夜巡，10月7号日巡。宣传记者会上，撼动特技团表演精彩武术特技，还结合警戒猛男一起打诈守护台湾。副市长邱佩玲亲自主持记者会，邀请全国信众一起来到基隆参加城隍文化祭各项活动。208年了，在
基隆保护我们。那我觉得城隍庙最棒的是，过去是做到校园的反毒，那现在打诈，它完全结合时事，又展现了丽与美。刚才还有寺庙大姐姐的表演。那刚才我们全国城隍庙的张会长还说了，不仅在基隆，还帮助全国城隍庙52间做很好的行销。那城隍爷是地区的王爷，保护一个地方的平安跟安定。我们现在很需要，不仅是这样的民间信仰，还要带入很多的文教活动。城隍庙传承3代的家将们将在日巡、夜巡活动发出6000个咸光饼给市民朋友保平安。今年也邀请了松山霞海城隍庙、台北府城隍庙、丰原城隍庙一起来到基隆绕境祈福。那这一次接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反诈骗。那为什么反诈骗呢？这2年来，我们台湾在社会诈骗非常多，所以说呢，来庙里求城隍解决反诈骗的议题也是日增加。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做反毒跟反诈骗的宣导。那我们也邀请了常常跟撼动呢去校园做反诈骗呢，一起来宣导这一次反诈骗的一个活动。那也让我们除了在一个传统的活动当中呢，可以把反诈骗的议题能大家宣导出去，让我们在社会诈骗的行为慢慢的减少。活动特别邀请警界猛男、新店分局警官、警政署保六总队员警、撼动 HDA 及基隆市警察局共同推广反诈骗。那我们的也是结合了我们的警察跟我们校园，那希望给我们的年轻学子，不管是可以传承我们传统文化以外，可以解除我们的时事，就是反毒反诈骗，让家里跟长辈们都可以安心。我们警察能够利用不同的活动来宣导反毒反诈骗。那根据165的统计啊，昨天光是单日的金额，诈骗金额就已经高达2亿5千万左右，真的非常高。诈骗集团真的实属猖狂。那这边还是要再次的宣导，我们目前反诈骗，第一名的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基隆城隍文化季首场活动将在27号在海洋广场举行，有千人阿狗狗、舞蹈快闪、舞技特技，还有音乐演奏，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基隆，体验不同的宗教文化魅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114年市民联合婚礼在和平岛公园举行，共有28对新人浪漫成婚。副市长邱佩玲等贵宾担任证婚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基隆市114年，我们的联合婚礼动态摄影师准备好喽，让我们倒数3、2、1，海誓山盟，相许永恒。挥挥手，对我们前方的镜头露出我们最灿烂的笑容。哇，太完美了！1，深情一吻，来，让我们将爱化作实际行动来向对方表达，相许永恒。未来我们幸福的起点就从这个吻开始。那一起来一个全场的大合照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粉红泡泡的。今年的市民联合婚礼在和平岛公园举行，共有28对新人在亲友的祝福跟山海美景的陪伴下浪漫结婚。新人们除了穿上经典的婚纱，还有许多特色的装扮，为婚礼留下了难忘回忆。最传统的服饰，就是阿美族的新人的服饰吗？对，就是结婚的才会有这个披肩，前2后3，就是前面这2条，然后后面3条。这是结婚的才会有的。这是平常我们海军在季节服装所穿的军常服，对。然后这样子要特别有一个纪念，是吗？对，这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再把它穿出来。是基隆人，我觉得蛮有意义、蛮特别的。然后刚好因为有宝宝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那么快办婚宴，然后刚好市府办这个活动，我们就觉得很棒，刚刚好，时间衔接的很刚好，宝宝来的时间也很刚好。他多大了？他现在2个月，2个多月。新郎哦，新瑜的这个手臂绝对是非常的坚韧的，也象征着他最后在未来绝对是家庭的这个大树，来带着我们的家庭走。他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因为有抽奖，而且还是很吸引人，而且很特别的体验呢。对，在和平岛这么漂亮的地方，对啊，好的开始，对，是，谢谢你们。
认识多久了？2年多3年。那怎么会想参加联合婚礼？主要是爸爸有贴那个联合婚礼的那个资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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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浴爱河，早生贵子。来说几句好话。这场联合婚礼特别邀请到副市长邱佩玲、市府民政处处长吕庆伟、跟议长秘书江志强，还有市议员秦真、张之豪等贵宾担任证婚人，为新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你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你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人生中的挚爱。这个要大声一点哦！成为我人生中的挚爱。我们许下诺言，我们许下诺言，我将永远爱你，我将永远爱你。我们联合婚礼呢，今年一共有28对新人来这边接受山与海的一个认证，然后算是会从副市长还有我会亲手来颁发那个算是证书来给新人。那同时在和平岛这样子一个充满基隆特色，海也很接近，那也有山的一个风光。那透过山与海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证，还有副市长跟我代表市民最诚挚的祝福。尤其和平岛非常适合，就是非常多人来这边，从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约会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正果了哦，因为我们有海誓山盟嘛，山盟海誓，然后海枯石烂，因为我们是地质公园，所以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海景，我们有很棒的地质区，就欢迎更多的新人，甚至在好几年前还有香港一组人来这边证婚的。这场联合婚礼有勇敢追爱的同性伴侣，也有远距离恋爱后修成正果的新人，还有60多岁的新人以行动证明爱情不受年龄的拘束。大家在和平岛公园海誓山盟的浪漫氛围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同迈向幸福人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新北健康三宝山药采收季节即将到来，农业局长陈锡辉出席山药上市记者会，推广山药结合贡寮鲍鱼料理及东北角的轻旅行，串联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及海洋资源富裕区，打造低碳之旅，邀请民众走访东北角。2、1，请启动。新北健康三宝山药采收季节将至，新北市农业局长陈锡辉出席山药上市记者会，共同推广山药结合鲍鱼料理以及东北角轻旅行，串联生态友善隧道及海洋资源富裕区，打造低碳之旅，邀请民众走访东北角，享用山海食农宴。我们每一年当中，我们推出我们新北山药，新北山药代表是全国最好的品质在新北。那我们除了那个每一年办评鉴当中，让品质维持到最高标准之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低碳小旅行部分，让所有的好朋友到我们新北参加我们的青春山海线的轻旅行。所以我们每一年当中，这个10梯次的一个轻旅行呢，都是秒杀，因为不止好吃又好玩。新北山药呢，尤其是我们基隆山药，就基隆原生种山药，也是我们在地特有种，这个是经过我们农业部认证的，也就是它本身因为栽培非常不容易，它的成本很高，同时呢，这一个它的产量又很低，但是呢，最重要是它口感极佳，它粘度又很高，所以呢，这个深受我们所有的国人的喜爱。所以每一年因为它产量很低，所以呢，在这个鲜货部分的话，大概都一上市就被抢光了。那后来当然我们就是有透过这个所谓的真空包的冷冻部分，来提供这个在当季没办法享用到的这个民众能这个在其他的时间都可以享用。新北市农业局长陈锡辉指出，市府将持续辅导农会办理评鉴、展售及食农教育，并与饭店合作开创山药创意料理，拓展通路，提升效益，同时推动低碳旅游。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把食农教育、食渔教育，要让所有好朋友不只吃到最好吃的，那最重要他要感受到说，今天我们农友在种植我
我们山药当中它的辛苦的程度。这个是最重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每一项的农产品它得来不易。那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种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必须要克服这个天候的挑战。那任何一次天候挑战当中，可能一年的它的耕作可能它没办法有收成的部分。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要让大家真正知道说，这一个珍惜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份资源。新北市农业局表示，相关的山药体验内容及山药小旅行活动流程，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新北山药山海食农飨宴官网查询。新北山药赞不赞？赞！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与知名的甜点店携手做公益，邀请3位华山基金会照顾的长辈到甜点店担任一日店长，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弱势长者的重视与关怀。文青装潢的店内，正忙着清洁工作与接待的店员，却是3位银发长辈。其中原因，原来是因为华山基金会每次到宅关怀访视的时候，都能深切感受到长辈们在生活中的辛酸与孤单，因此特别为长辈日常增添甜蜜滋味的工作安排。来消费的民众看到今天服务的是3位资深店长时，都感到特别新奇。买巧克力的，巧克力是哪个？这个。好，那这个多少钱？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就是有一个长辈在这边卖蛋糕，然后长辈的都非常的亲切，然后介绍的非常清楚，觉得很棒。那其实公学他们做这个举动，你觉得蛮暖心的啦。对啊，就是我看到他们刚刚有介绍，就是阿嬷刚刚有帮我介绍说满1200就可以送一个台南当地的蛋，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华山基金会携手知名甜点起司公爵，9日上午在永康东桥门市举办银发甜点店长公益活动，透过行动展现银发活力。起司公爵他从8月的时候就有一款特定的联名蛋糕，然后提拨其中的3%来跟我们华山做一个公益捐赠的部分。然后呢，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做这样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起司公爵来当我们的友善店家，然后带着我们的长辈出来做一日店长。其实对于市区的长辈来说，他们是很少会有这样子可以踏出家门的机会。那更何况，其实他们平常自己在家中是不太能够跟人群有所接触的，所以就这次邀请他们来这边做一日店长，然后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社会大众更多的人去看见我们，就是长辈他们的辛苦。知名甜点起司公爵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同时也能够唤起社会关注独老议题。我们跟华山基金会合作，希望可以让社会上关注更多陪伴独居老人这个重要性。那因此，我们在9月9号的时间，我们将东桥健康门市提供给我们华山基金会的长辈们一起来参与，来走出我们家门，一起来动一动，来接触销售或者是服务客人，让我们提升老人家重新接触社会自信心跟行动力的部分。那我们这一阵子只要满1200元，我们就会赠送台南蛋品的1盒这个非常健康的鸡蛋，希望让社会共襄盛举。守护长辈，把爱送到家。华山基金会秉持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提供失医、失能、失智长辈多项免费关怀服务。目前进行中的2025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募集中秋关怀礼，也期待更多有爱心的民众一起加入关怀弱势长辈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诉求新时代女性照护的 SPA 在地品牌天美堂，在迈入12周年的时刻，持续和台东的小农契约合作，采用无污染的自然农法，推出新研发的5种气味精油。负责人方伟竹表示，这是对环保永续的坚持，除了大大提高小农的经济效益，也要唤起民众对生活美学、自然疗愈的重视。在地经营美颜、美体、美肤来体贴女性的 SPA 品牌业者，除了从事美的事业，更诉求为新时代女性打造专业保养服务，所以产品就相对重要。他们选择和台东小农契作，100%采用天然香草来研发精油，取代香精防腐剂的过程，虽然得付出高成本，但对环境友善、对土地无负担的坚持，已经成功做出市场区隔。
而在12周年庆之际，业者也盛大发表5款气味精油新品，强调每一款香气都承载的自然能量和情感。也跟我们台东的30几块的这个契作小农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打造这个别人说的就是有机生活，那我们称之为无毒的生活这样子。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气味，然后去让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或是在我们的这个 SPA 的这个疗程室里面，都可以透过这些香氛去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纯净香氛的产品，除了服务会员，也希望进入每个人生活，甚至营造大厅、各种展览场专属的背景气味。气味呢，就是未来会打造在像是一般的豪宅，或者是像那个招待所之类的。那我有发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呢，都少了一些背景气味。那这一方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那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带动所谓的这种自然农法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更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香氛精油不止疗愈，更在商品导入天然香料草之后，提升7×8的经济效益，和小农和土地永续共好，共创多赢。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广达文教基金会与台南市教育局联合办理见为之美惊艳新世界校园巡回特展，首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在永福国小举办。展览将透过3大主题的铺陈与微观体验、艺术作品图像搭配、互动操作装置等，鼓励学童重启新观点与新视野，并从中领略超出表象之外深层的美感经验，将其应用在生活当中。走进见为之美的艺术旅程。台南市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动的有语义计划多年，致力推动美感教育以及永续学习，鼓励学生以多元角度观察生活周遭的自然现象，从微小细节中发现独特美感与知识，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创新灵感，让学生从探索中培养他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多元素养与创造精神。我们全校亲师生呢，为了这一场隆重的巡回展已经整整准备了3个月我们号召了我们志工团、家长会、老师，还有我们全校小朋友呢，从暑假当中就投入了配合这个见为之美艺术展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神秘以谑的装置艺术的创作。所以这一项艺术创作呢，就是我们在蚂蚁的身上呢，从小小的角度可以看见世界宏大之美，而且跟品德教育融合，从孩子让孩子在小蚂蚁身上呢，学习到合作、团结、坚毅、努力的精神呢，让孩子能够在见为之美、知美行善呢，实践这样子一个远大的生命价值。有语义计划今年主题是见为之美，惊艳新世界。首场展览9月15到10月13在永福国小登场，后续展开为期9个月，总共12间学校的巡回特展。今年度的主题呢，是见为之美，惊艳新视野。那总共是有3大主题，有这个。自然的观察，还有自然的奥妙，还有自然这个妙点子3大主题。那我们今年度从这个昨天开始，那今天办理记者会，也就是说9月15号开始，到明年的6月，等于是114学年度，那会在12个学校来做巡回。那第一站在我们永福国小。这个也非常好，这个缘起非常好，就永远幸福。永福国小的小朋友也担任导览解说，为来宾介绍各种艺术创作，感受见为之美的艺术旅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料理包市场持续升温，现今消费者追求省时便利，同时更看重食材与合理的价格。台南在地实体电商在蓝晒图文创园区举办美食嘉年华。除了有主厨料理秀与豪华厨店抽奖，还推出3款的新料理包，吸引许多民众来品尝秋日海鲜。
比克尔料理最大特色正是以辣椒与椰奶为灵魂，浓郁的椰奶搭配奔放的辣度，形成既浓厚又清爽的口感层次，常见于家庭菜与宴席料理中。这些风味不仅是当地饮食，更是旅行途中最难忘的记忆。如今透过主厨团队的研发与调整，原汁原味地重现在台北餐桌。Bicol is actually a specific destination or a special destin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at is very famous for its Mount Mayon. It's a very perfect cone volcano. But apart from that, Bicol is also famous in the Philippines for its unique dishes. Bicol, the destination or the culinary destination, is also famous, very famous because of its spicy and coconut dishes. So this is a destination where coconut is a very rampant and very abundant source of ingredients in the area. So throughout the years,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different dishes that are based on coconut milk, and they use it specifically and put some spicy and chili to make it more special. 比克主题菜单中，烟熏风味椰奶鸡将椰奶的浓厚与烟熏香气融合，口感丰厚却不腻口。另一道传统比克荆棘腌鱼，以荆棘汁取代柠檬，酸爽清新。芋泥佐炒扇贝则是将鲜炒扇贝与淡菜搭配绵密芋泥，展现出比克人对食材的巧思。那为什么会选择比克这个地方？是因为菲律宾观光局的推荐，因为他跟我们有提到说，继前面2次我们去菲律宾的考察，他十分推荐说，如果要做再有特色的菲律宾菜的话，比克这个大区这个地方，它的料理上面呈现的跟其他菲律宾区域截然不同，它使用到了比较多的椰奶以及辣椒的成分，然后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菲律宾风味。像菲律宾那边，像比克那边的话，他们是以海鲜为著名。那我们大家知道，中南美洲有一道很有名的那个腌生鱼的菜叫 ceviche。那在中南美洲，他们会习惯的是以像柳橙汁或者是以柠檬汁来入。那我们知道菲律宾他们所有菜肴里面，他们都会加入一个，就是像台湾荆棘的一种小水果叫卡拉马西，风味跟荆棘也差不多。那他们就会用荆棘汁来腌这个鱼。那这个菜呢，吃起来非常的爽口，然后跟中南美洲的柠檬比起来呢，它的荆棘风味凸显之外，它的其他的甜度也会用的比较高，那吃起来的话，它的滑顺感也更够。其实，在菲律宾，他们芋头其实吃的很频繁，他们拿来不仅是在料理上面，甜点和酒类，他们会用到芋头来做调味。不然你可以在那边喝到芋头啤酒，也可以在那边喝到像芋头的一些那种甜酒在内。那其实菲律宾他们的料理其实融合了像西班牙以及他们本身东南亚的特性，以及当地大量的华人移民，所以你可以吃到说他们的料理是这3者文化的一个饮食的交融。从旅行到餐桌，比克的饮食魅力在台湾被完整呈现，不仅是一场味蕾的探索，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无论是与朋友小酌，还是家庭聚餐，都能在这桌料理中找到属于比克的热情与惊喜。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提到菲律宾料理，常见印象多停留在马尼拉的街头小吃或度假胜地的餐点。位于吕宋岛东南端的比克尔，因独特的饮食文化，被誉为辣椒与椰奶的王国。为了重现当地的风味，大安区的一家南洋餐酒馆研发团队在菲律宾观光局的协助下，展开6天的考察之旅，拜访多家的当地餐厅，深入学习椰奶制作与辣椒运用，烹调出一道道的佳肴。把鲜红的龙虾放进锅内，与意大利面一起拌炒，看起来相当美味。这是台南在地食品电商所推出的调理包，分别是红酱、白酱、青酱意大利面。所用的食材从鲜虾、鲍鱼、反利贝到和手掌一样大的龙虾，还特别在蓝晒图举办活动，寄出豪华厨电抽奖，让民众来试吃。就是如果平常在家里想要有比较高等的食物的话，高级的食物可能就可以试试看像这样的产品，就在家里面也有仪式感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都用一样的规格，跟我们在餐厅吃到的规格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复热以后，就是可以跟外面吃的口感完全一样。主厨现场示范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轻松做出顶级料理，分享料理秘诀。疫情过后，料理包成为家庭市场热潮，消费者期待的不只是省时方便，更讲究食材安心、料理多元。那我在近几年发现现在时下年轻人对于烹饪这方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在行。那我觉得，让我想要创立这个品牌，是因为我想要做微调型，然后让大家从简单的食材厨房小白，能够很简单的可以做出家的感觉、家的料理。业者拿出数据，意大利面是台湾近5年面食成长幅度最强的商品，可见台湾人对意大利面喜爱程度之高。顺势推出3款意大利面主题调理包，让每个人在家都能够轻松享受5星级的滋味。记者寿怀谈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祝你顺心，我们下次见。